来看高雄市的社会主体凯旋情书，去年7月开放予民众去洗。不过，待伫遐也未到1年的时间，社会主体却是问题了了。除了厝的漏水，即摆也有民众反映讲，因为这烟雾感应器伤过敏感，若准煮饭洗身躯水烟伤过大就会解，连洗身躯洗一个伤过芳也会哀。住户反映规半年，市政府拢无去改善。火灾警报一直响，过一阵仔才停。高雄这间上新的社会主体，因为警报器伤过敏感，毋若煮饭有油烟会响。大楼进前有公告，讲侦测烟的警报会响，是因为洗身液伤芳，这互住户感觉真无奈。住户表示讲，警报一个月会响2-3摆，上惊讲若真正有火烧，大家煞毋知影爱倒省。这些沐浴乳太香啊，怎么合理吗？当然是不合理呀、消防车有来，然后之后就是频率蛮多的，可是它都很快就会结束了。留那个黄黄的，阮是用面纸去给它擦，袂臭啦。啊，阮是惊讲迄是啥物货了。这间凯旋青树去年完工了后，3500几户申请，敢若700抽会到。不过大无一冬，议员批评问题一大堆，住户反映当外，市府拢无改善。亲像火灾警报咧叫，物业公司无法度连面禁掉，也阁有便所排水设计了无好，水会溢出来，嘛爱住户家己处理。干湿分离，但是洗身躯洗吼嘛，无到3分钟，水就会规个拢流出来。啊，像这款的问题，其实咱的这个都发局拖了要一冬啊。近期也将邀集这个消防局跟消防设备施工会来协助进行这个社区全面的这个消防检测。其实，这栋大楼今年4月捌出现大火的时阵，住户爬楼梯也爱行雨伞的状况，目前拢总有241户。都发局表示讲，未来可聘物业公司改善硬体设备。议员是建议市府爱成立大楼管理委员会，定期开会，才会当知影住户的心声。记者钟义辉、邱兆荣高雄报道。